当老师人才都不够，对不对啊？尤其呢像今天呢这个在宝钢重生的这个台中树的公园那里举办，有大陆山东济南的一个团过来，还有福州树一个团过来。还有那个香港、澳门，还有这个泉州，还有那个广州、澳门，他们有7个地方的一些这个读经人员一方面呢，家长陪着子女来。一方面，他们现在在大陆的一些地方的官员，他们都挺需要，也挺喜欢来参观我们台湾的这个读经会考。所以呢，我们去年在泉州有2位，有5位泉州有5位过，这5位。也都是道歉，但是他在泉州这个推广读经，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爱讲单位这个洪显仁书有派了这个花莲简领任，还有简太太，还有花莲一位田妹，还有一位蓉蓉，他们就去教导，教了以后他们有心得。所以呢，现在他们自己会培养输出，所以呢，他们现在大陆方面最需要的就是我们传统文化。因为虽然大家都有念过大学，都有念书，但是呢，念的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固有文化的这种东西。他们就是念现在要赚钱的东西，跟我们做人做事的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因为人有了钱，就像我们台湾以前也是一样的，像后者那个年代，顶多男的、女的都没有念书。为什么没有念书？是他不去念吗？或者父母不让他去？这是父母不让他去念书。所以，因为父母会讲什么？台湾人讲，读什么册我饲你都没饱了，都让你读册，我养你们都养不饱了，还有你们让你们去念书吗？所以那个时候，男的也好，女的也好。要能够念书的人，真的不是假如家庭经济不是有一个基础的人也没有办法念书。所以以前大陆是一样，像我们早期一样虽然他们有一些人有念过书，但是没有念过我们中华文化这一些经典。那这些经典都是我们老祖先的智慧累积下来所以很简单的或许这个比较我们时常讲说人之初性本善，但是今大家都会念对不对？但是人之初这个初的定义在哪里？人之初性本善。成上因识上观那个人之初是对这个时阵定义在哪里？所以，假如以过去的这个孟子时代、战国时代，孟子说人的本性是纯善的，人的本性是纯善，但是各自讲唔对，人的本性可善可恶。
哦，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可善可恶，恶哦，啊，孙子讲，无唔对，人的本性，跟他有讲无偏，那当然每个人的理论，每个人的看法，这个人生思的定义不一定，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大家要好好的学习。真的，这些我们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是将来如应复兴、如温复兴、如温复兴呢？因为如温复兴，所以将来会当达到世代大道。所以为咱中国对道教的应运，过来中弘扬是佛教的应运。到现在是白羊起儒家之变，所以咱自己用这个机会，我们假如没有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将来我们真的会被时代淘汰。所以希望我们各位同学浅显今天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有我们这么好的老师来跟我们主导，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真正的用心来学习，我们每一个人进机会的力量，进机会的力量，为什么？因为个性不敢讲这个国家兴旺，匹夫有责嘛，那我们现在呢，天下逆，什么逆？他在我看谈一部车。连续去不会结束，天开来点落，地球好来点落，对不所以呢，到现在你看，我们社会人心的变化一切的这个道德伦常都脱轨了，脱轨无照开着咧行无照这个规矩咧做所以变成现在的社会才有像前几天挂这个捷运去台南，你若想，迄偌可怕，那互咱当着，咱嘛真正有影，不会要做。用三宝赶快用所以三宝。现在的社会真的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把这个道德、良心、伦理当场把它弘扬，希望更多的人来做好事，所以也希望呢大家回去好好的把这个读经来做一个推广尤其我们现在的道场也需要读经推广，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都是点到开班成全，但是这一些呢，只有老人会来，年轻人叫他来，他说去遐真无聊，讲无聊听好无？无聊所以无聊你就唔爱来你若互伊读经，他有兴趣有兴趣呢，我们就可以从上一代、下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所以这样呢，我们将来的道场才会兴旺。所以这一次我组长跟我们各位点恩师，还有到国外去开荒的像早上我也跟陈点恩师，中信单位陈点恩师，他跟后腿到台中嘛我在车主跟他讲。我说到大陆去开发，只有渡来求道，那这样出来的都是老人家，年轻人不出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这个我现在还不到这个时间。